台南市本土的天狗日到今已经超过1万例啊！即马中秋连假，民众南来北往，疫情的风险是愈悬。台南市府的警示提醒大家，也是要注意拼环境、拼防疫。伫咧外口烘肉，嘛是要喷蚊仔水，才袂去互蚊咬。防疫人员伫社区喷药啊，喷甲真详细，就算当初连假，专业的工作依然是照常进行，无希望天狗类疫情继续扩散。但市本土天狗类疫情到今已经超过1万例。面对中秋连假，但市政府表示，放假袂因为休假就休困，所以市府会落实中秋放假，毋过防疫无放假。因为放假嘛袂因为放假就无要加人啦，所以迄个咱的防疫人员嘛是拢有出去做化学防治啊，还是滋生源清除啊。另外，天狗类疫情较严重的南区，有里长招里民做伙做红码的中药包，内底家己8种中药材，转去会当挂伫门口，较无网。大中里长表示，到今已经做2800外包，得要分散。因应中秋连假，最近阁会做200包，互里民免回来领。阮即摆登革热足严重，所以这退等放掉棉被，较无蚊啊。退等掉，蚊啊较袂活啦。目前已经做差不多1800几包，然后一寡里民免费来摕，会当摕转去厝吊门口做一个防蚊的措施。卫生局嘛提醒民众，厝外烘麦时阵，除了爱喷防止互蚊仔咬蚊仔水，嘛建议爱穿浅色的长裤长裤。爱特别注意的是，蚊仔拢伫下晡4、5点出现较济，会当闪开火的时阵上好。毋望连假结束，疫情就会较缓和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荣综合报道。